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恁母啊，即种算是来到即个第八季的即个尾声吼。嘿，对，即季呢，咱的主题差不多，我大概有两个大方向，一个嗯，是即个地区的认同，一个是对，创意。嗯，啊，不管是伫即个海外，还是伫即个家乡做的创意。即季嘛是诚特别，咱头一摆一季有遮济的访谈。嘿，对，咱先来讲即两个方向，先来讲较大范围的即个国族的认同。嗯，你讲到即个国族迄两字吼，爱先嗯，上挑前爱先解说者，无足侪人听着，尤其是伫海外的人，嗯，澳洲的人听着国族就想要甲迄个节目切掉，因为我感觉对，尤其是伫澳洲的人吼，听着即嗯，个字会惊，因为嗯，澳洲的即个背景，离下骹来讲即个词，会互人想着即个极右派，还是讲好，嘿拿起。毋嘿，过其实我感觉国族呢，无一定爱是血缘。对，对，即个国族呢，对澳洲来讲是恐怖，因为因曾经用即个国族的概念去压迫较面无共款的人。毋嗯过对咱遮有受着失眠的地区来讲呢，国族的认同法颠倒是重要的。啊，嗯，重点伫咧讲，咱爱去重新定义即个国族，咱爱去甲即个血缘论甲放杀去。嘿，因为比如讲美国遐诶人诶血缘足济嘛，毋过对，因并无去阻碍着因讲去认同家己是美国人即件代志。对，若阵讲美国人就是认同开国宣言诶遐诶人，安尼嗯，对台湾人来讲，遮我着搁爱去扩即个蔡杰尼博士伊写诶即本册叫做《书写一本台湾美术史》，嗯，就是即马含过去住伫即个岛屿面顶，而且认同台湾诶人，就是台嘿，湾人。对，对，因为咱爱去定义讲台湾是一个海岛型诶即个移民社会，嗯，几千年来各种诶人来来去去，所以对，咱着无爱搁用血缘来讲即件代志啊。嗯，嘿，所以伫咱即季内底有讲着一个足好诶例，就是咱即季读过即个半岛之恋，对，就是越南历史，因为2、3千年以来到越南诶人，拢会认同迄块土地变成越南人做伙抵抗即个帝国诶扩张。其实我感觉这个问题真趣味，就是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就是感觉家己是中国人，嗯因为迄当阵8点档毋是足济嘛，拢伫中国去，拢是迄个什物对。婉君即款的，情深深雨蒙蒙。对，啊个什物亲情河边草即款的，对，还有大对陆寻奇啊。对，啊迄当阵就毋知影台湾甲中国的差别啦，是后来开始就是大汉了后开始读册，啊厝内的人嘛足够有伫谈论政治。就是安尼一嗯。点一点甲家己的国族意识甲斗起来。嘿，对啊，我感觉足恐怖的。小汉时阵去中国耍的时阵，真正有一款转去祖国的感觉诶。去看讲哦，即个黄河的水是为遮流落来，去迄个黄河的上游，有感觉感动。啊，水到敢敢。我靠。哦，对啊，毋嗯，过要讲着家己住诶所在，对我连爱河倒位来我拢毋知诶。嗯，哎呀，我感觉足嗯，恐怖诶。嗯，对啊，毋过我感觉其实去找即个国族认同即件代志是无标准答案诶，就是嗯，逐个人拢无共款。你若是真正你经过你敲找了后，你经过你读册在啥物方式，然后你去找你家己诶认同，最后发现讲你是中国人，安尼是嘛是无要紧，我就是尊重你。嗯，毋过我感觉你就是爱，毋是就是爱啦，就是我会就是诚感觉会当有去有即个敲吹的过程，其实嘛是足好诶一个过程。而嗯，且对我来讲，我感觉找着家己诶认同，而且去了解家己出世大汉诶所在，含即摆咧生活诶所在，对我嗯，来讲是一款脚踏实地诶感觉。
对啊，就像咱的共同朋友，看伊咧找的过程嘛是真心实。你咧讲的是最近互中国人 unfriend 的迄位哦？对对对。哦，对，对，因为一开始就经过伊，可能是因兜是全部拢拿诶，伊嘛家己嘛无伫插政治，熟悉咱了后，可能开始伫改变，就是一点一滴改变，才是变甲咱差不多，我感觉真正是，嘿。系啊，因阿母拢是拢讲是我家己带歹去的啊。因阿母可能无熟悉我，做对伙较啊，细。毋过我感觉就是对你对信仰你大汉，互你机嗯会，国家爱有饮水思源的心。就算嗯就像诶美国人，因遐嘛有足侪祖先拢是为欧洲过的，毋过因嘛是会讲因家己是美国人，因为伊认同美国迄块土地，抱有感激的心。就是咱老一辈的人，伊种定定听老人伫讲爱饮水思源啊，什物啊，爱食果子拜树头即款的。嗯嗯，对，我感觉真趣味，因为像迄当阵为澳洲去美国的人，诚济拢是因就是无介意，应该讲伫美国遐主张独立的时，迄寡人200当前，因拢是要放弃迄个旧的帝国主义的迄对款对对对，国家的形态，所嗯以因要打造家己的国家。嗯，其实台湾嘛是，袂当讲完全类似啦。我感觉当初时来到台湾的人，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想讲找一片土地好看着，好好嗯重新生活安尼。毋嗯过迄个概念有小可小像，所嗯，以对啊，若是讲美国人会当认同因家己是美国人的话，安尼对啊，咱是毋是应该拢爱会当对台湾即片土地有一寡认同？对啊，对啊，对啊，嗯。即次咱有邀请足几啊位，就是伫海内含海外伫创业的即个少年人，因逐个人踏入去即条路的原因含路拢无啥共款，足侪拢是为高中还是大学就开始咧做一寡代志，毋过其实嘛有诚济人是出来到国外，雄开始因为含即个家乡有实际上分离，互因开始去想讲家己是啥物人，含身边的人有啥物无共款。其中即个 London 的台语导游伊的即个 Peggy 隔壁的戆人含 My Kitchen，因拢是用台语做一个载体去论述因的即个认同。虽然讲我感因遮无一定是有要诉求即个国族的认同，毋过就是因为台语即个物件含因的细汉时含是厝内是有关联的物件，互因含厝内人有连结的物件，所以即个语言的消失嘛是会互因感受到讲家己所认知的即个文化嘛是渐渐咧消失，所以因就开始做即个创意，互大家去注意到即个议题。上重要是因就开始家己开始开喙讲。对，我就足钦佩遮个少年人，因遮少年就足有想法，嘛去用因的力量去实行安尼。我嘛真钦佩你。哇，对啊，你嘛是一开始，我熟悉你迄当阵，你的台语嘛是，真破袂当讲做认同啊。对啊，对啊，你嘛是，我感觉你嘛是后来去学开的，搁去学台文，则是搁去学其他原住民的语言。我真正嘛感觉你就是足佩服你对啊，系啊，嘛是用行动去实践遮物件，系啊，对，我感觉对我家己有一半是好奇心，我会感觉好奇，所以我就去学。对啊，我感觉好奇真正是真着，嘛算对啊，是互你一个动力去学一寡物件。嗯，对，对啊，我感觉有好奇心即件代志，真正对你的生活会有足侪帮助。真的，真的，对，毋领会杀死一只猫。好佳在有当时啊是遮尔有够条命。对，
啊，对，讲倒来，讲学语言即件代志啊，应该嘛是伫即季有着一个听友，伊是住伫英国诶台湾人，定定看我 IG 伫遐咧开讲。啊，毋过其实因厝内底是无讲台语诶，因兜一半是迄个1949诶移民，啊一半是客人。啊，最近伊就因为我咧甲伊推测讲迄个法国巴黎即个东方学院咧有咧出迄个台湾诶语言诶课，啊伊就去伊就去学客话，我感觉安尼诚好，对啊，对啊，我因为因迄个开课嘛，所以我嘛去对因去学迄个普悠嘛，就是华语咧讲卑南语。对，啊，我感觉学了诚有兴趣诶。啊，逐节课老师拢会介绍一寡卑南族诶即个文化。啊，拄啊迄当阵我拄啊看煞有一本册小说叫做《女族纪事》女族纪事，伊咧讲迄个排湾族三代女性诶即个生命故事。我就听好趁即个机会嘛补一寡卑南作家诶册，想讲会当学语言诶时阵顺续深入了解卑南族诶即个文化。对啊，其实我真正就鼓励大家去学族语，因为我感觉有讲当时大家咧迄个网络顶咧冤家讲啊，是安怎拢已经逼大家学台语啥物，我感觉其实无啊，你若感觉你无想要互台语代表即个台湾诶所有诶语言，你会当去学族语啊。对啊，对啊，我感觉而且族语真正就好耍诶，就有挑战性诶，因为伊含即个华语含台语诶即个思维啊，是真正拢无啥共款。迄个普悠玛含邦查就是阿美族阿美族诶讲诶语言，因诶文化我感觉含即个德文有小可相似，嘿。啊，毋过因无着伫大无咧分啥物阴性、阳性，所以较无遐困难。啊，毋过因嘛是将即个透过变迄个字尾含字头去改变即个词诶属性。嘿，比如讲为动词变做形容词，啊无就是变做名词等等。我感觉足趣味，真正足有挑战性。啊，重点是你会当透过即个语言去熟悉台湾的一寡文化。真的，对。啊，除了伫海外为台湾做代志的人啊，嘛有一寡少年人，因是选择转去，也是讲就是留伫家乡为家乡来做代志。啊，我感觉这嘛是一款诚有建设性的方式。咱一开头的迄集咧约束的小旅行，其实有看到一寡英国海边啊，一寡特流行即个度假区啊，也是讲即个产业消失的种啊，安怎透过即个博物馆含建立社群去建立因迄个种内底认同感。而且伫即个海岛历史即本册内底，嘛有看到讲伫兰屿含贡寮即两个类内底，在地含外地的青年，安怎为即个反核能转去探索研究当地即个文化及历史，或者是讲因伫即个反核能的过程当中，利用转译的方式，甲时代听无的即个科技新发明，转译做当地文化内底时代听有的即个名词。啊，互即个时代会当去了解即个建设对地方的影响。啊，半岛之恋内底嘛，其实嘛有无足侪无共年代、无共地区的例，互咱知影讲对地方的了解甲认同，安怎会当去影响一个地区对抗无好意的即个入侵者的即个能力。真的，对，其实这是我感觉即马台湾足需要真的。因为真正讲中文的真正较互说起，伊拢是你感觉因为其实我嘛是诚爱看中国戏，啊，毋过我就是感觉啊，我看了我袂去互影响，啊，毋过真正你若看久了，你就算你感觉你无影响，啊，毋过迄洗脑文化真正是足恐怖的，就是你会无意识的吸收，啊，你会讲出来，你一讲出来的时阵，你会咧感觉啊，是啊，我哪会变安尼？对，真有够这是一件，啊，毋过至少我是有意识的去意识着讲啊，
我哪会安尼？啊，毋过有诶人着慢慢啊，着说起啊，家己佫无去觉察着，啊，着会开始感觉啊，别人为什么你要针对我讲啥物话安尼？对嗯对对。嗯啊，毋过你若想讲，咱若用台语，也是用客语，其他台湾有诶语言去接受一寡知识诶，我感觉是一件足好会当反抗要甲你侵略国家诶一个诚好诶工具啊，我应该是安尼讲。嗯嗯嗯嗯嗯嗯，嗯，对。啊，像我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去改即个中国文化的毒啊，因为咱拢是食中国文化大汉的囡仔嘛。对对对，我咧我咧改即个毒的时阵，应嘿，该甲足痛苦，所以我就毋敢去看中国的物件，因为我就哦，惊迄个互伊洗去。对，哦，好好我好，所以我拢尽量我就袂去白去看，而且我就感觉讲迄互人审查过的物件，我就较无啊，甲，我就嘿是足爱看嘿嘿嘿，迄款重口味的，毋嘿，是啦，就是我看电影就是较爱看迄款足较黑暗的，爱讲一寡议题，我就较嗯，无介意迄款有互人审查过的，嘿。嗯嗯嗯，搁又倒来讲即个，咱即季吼，最后2集转来到即个台湾台南的关庙，嘿，啊，头先是即个关庙清，因伫即个三叶带东社区结构改变之后呢，嗯，因安怎靠家己的力量去建立社群，含即个地方的认同。嗯嗯嗯嗯，嘿，我感觉即点是诚好，而且因拢是真正住伫遐的人。真诶，好好好好，嘿，对，搁有去做即款诶研究安尼，嗯，啊搁有阿东是转去台南住，伊是用伊诶即个教育含台语诶专业去对，来教讲咱诶后一代，搁对对对。有推动即个台南诶店家诶即个台文化。对，我感觉这真做无简单诶。对啊，嗯，阿东的故事其实我感觉就适合互即个20出头的即个少年人，就是会当，因为伊是为即个理工科系转对，到即个即马即个算产业嘛，还是算诶，就是会转来到即马伊行的即条路吼，嗯，就是会当互少年人知影讲，其实你就是主动去试无共的路，主动去接触无共的人含代志。对啊，其实未来底就会当慢慢找着适合家己的生活的方式。足对对对，济即你开始进前，你根本就是料想袂到的，嗯，对，你会真的，行向一个你想袂到的一条路，哦，真的真的，对啊。嘿，而且我感觉讲，逐家嘛莫感觉讲家己的力量足小，无法度改变。其实即马流行圈含媒体开始愈来愈会晓使用正确的台文，就是因为有足济遮的即个台语的买种业含顾问等等一点一点去校正、去建议，就是为即几冬安尼累积一点仔一点仔的累积，才有今仔日安尼，对啊，对对对。对。我感觉即款物件真正拢是慢慢来，你会受着讲伫20当前会有一寡是用国小会全部讲台语，也是有一寡国小因会教台语甲平埔族诶语文嘛。我感觉即种嗯嗯是做咱迄当阵根本无法度想着诶。毋过正是则拢发生搁有开始伫搁有学生愿意要去学，我感觉即拢是咱逐个对台语认同努力来诶。嘿，对啊，嗯，对拄好10月的时阵我有去接受即个索雅的访谈，嘿，伊迄个 podcast 叫啥物名去啊？笔友社哦，必优社嘿，嘿嘿嘿，我就有去分享我经营台湾人协会的故事，有问嗯，着一题，就是含即个建立社群有关系即件代志。嗯嗯，伊问讲，较像是问讲，我感觉爱建立社团，还是毋爱？我想要讲，我甲我的答案搬来遮分享互逐个，嘿，因为我感觉有当时你若是感觉讲你住诶所在，不管是台湾还是海外，无你想要爱的群体有，你其实你若有资源，你就会当家己创一个。对啊，对，因为我定看着人
就比如讲为海外搬转去台湾，讲哦，你袂感觉即摆台湾的社会拢找袂到安怎的人？我感觉讲，其实你也袂开始找啊，嘿，对啊，因为我是感觉毋知，因为我诶圈仔内底其实有充满各种各款足奇奇怪怪的人，就像我即款奇怪的人所以我是相信讲，其实是拢是找会到，只是讲你有去 reach out 去找无，对所以我就感觉讲，其实你会当家己动手去创一个，惊若会有两款结果，第一款的结果就是你会找到你想要爱的迄个群体，第二个结果呢，就是你会知影讲，是安那遐会无迄个群体，对啊。我感觉真正就是爱踏出去第一步。像我迄当阵搬来万城的时候，我嘛是真正是住甲家己伫厝住甲足无聊啊，所以我才开始问讲，遮万城敢有台湾人？结果就是西人嘛。迄当阵嘛毋是干若是西人尔，毋过就是找着家己想要爱的群体朋友，就变甲一久长安尼啊。对啊。我定定都感觉讲，人伫一个所在住会牢还是住袂牢，是看迄讲遐有一个敢有一个社群，互家己感觉有即个归属感无？对。我伫英国有拄着一寡较少转去台湾的台湾人啊，因其实拢是比如讲含厝邻的关系无好啊，所以因就拢较袂想要转去台湾。嘿，就是相见不如怀念。对。对其实我家己有一寡类似的经验。其实我一半的彰化人，阮老爸是彰化人，我的身份证是 N 开头的。我是到10岁之前，虽然拢无直接住伫遐，毋过当时拜六礼拜下课就直接冲去彰化，拜日就转来高雄安尼个。讲拜六礼拜拢遐过。过年嘛是规段拢伫彰化过，所以伫遐的时间其实袂少。毋过咱大部分伫遐的时间拢是规工关伫厝诶，因为大人拢伫办无用迄个田内底诶代志。所以彰化市区也是讲其他的一寡乡镇，我拢是大汉才去过。因为大概过年前啊，阮妈就开始发作啊，伊会对阮爸生气，伊直直张规。结束了后呢，转去高雄的车顶，阮妈就会伫遐批，一直批啪骂袂停诶。因为阮阿嬷因兜就是习惯就传统诶，就是厝代志拢爱新妇做，而且因嘛无信任科技，所以所有诶衫拢爱用手洗。靠！因为阮妈即款都市诶职业妇女吼，就足袂爽诶啊。因为想讲，恁祖妈1秒钟偌济钱？真诶你叫我伫遐哭，你遐洗衫？而且逐工下早起来就要煮饭，互20几个人食了洗碗、洗衫了，搁爱煮中昼，煮了搁再洗碗，休困一下搁爱煮暗顿，就是规工拢在洗碗煮饭。20几个人应该是得两桌啊，两大桌啊呢。对，差不多对。伊会扛阮阿姆做伙煮，2个人煮。哇，2个人煮互20几个人食。对。好。其实阮妈细汉嘛是安尼大汉，伊讲20几岁开始拢是煮互规厝间的人食。毋过来到阮爸遮，互人要求一定爱煮，而且煮了搁互咸，伊就足袂爽。重点是迄洗碗的代志，全部拢是等互查某人洗。查甫人全部拢伫客厅泡茶甲开讲。搁加上讲，阮妈是生3个查某囝。所以就算讲伊伫新妇内底是工课，较毋是学历上悬的，伊是新妇内底唯一有工课。真诶？唯一有头路对。伊是内底学历上悬，嘛是互人看袂起啊。对啊，所以因会当讲，迄家伙啊，阮爸迄边的即个。讲啊足无熟诶，因阮爸迄边诶亲戚，会当讲是我变成女性主义者诶启蒙，是反机票迄款诶。
对，嗯所以伊因为遮的种种，互我着替阮妈感觉足袂值的，所以互我着嘛袂想要接近遐的亲戚。除了讲谈遐的迄个即辈阿姊啊足好之外，因对我拢是足好的，是我对中华唯一有的一款美好的即个记忆。嘿，后来我来到英国了，有着一寡中华人，因拢是真有能力、真好的人，所以我倒去台湾会去中华找因。就开始用即个外地人的角度去看即个城市。开始看到中华市中心有一寡册店啊，有即个少年人开的餐厅啦、咖啡厅啦，看到伊的用心啊，用在地食材啦，啥物货，嘛去即个南丰市册店，伫即个火车头前买几本即个介绍中华的册搁有即个阿凯啊来介绍鹿港，互我慢慢开始想要回头去重新熟悉即个城市。对，所以今年我特别着安排转去中华一逝，着想讲去趁即个机会去无共的乡镇行的，嘛转去阿嬷因兜看阮遐的姊仔食饭，互查某囝看因的囡仔耍，嘛是会当互阮囝知影讲，伊伫台湾是有即个兄弟姊妹的。所以迄逝转来了，我嘛问阮爸足济家族内底的代志。安尼行过来，我就感觉讲，其实这嘛是一款慢慢看过去和解的一款过程。安尼。我感觉其实台湾有足济所在，虽然刚刚讲遐无啥物物件，毋过真正你若去认真找，也是真正有去熟悉当地话，你会当找着足济。就是转去故乡，搁去重新发现，找着因当地的特色，一寡餐厅啊，也是册店啊，也是咖啡店即款的。对，其实真济区拢有即款，真济所在拢有即款的物件，所以我感觉其实即几工转去台湾，真正就是感觉拢算袂了呢。真诶啊，真正算袂了，就是足济所在拢有足值得去诶，什物册店也好啊，餐厅啊，搁有因为一寡，我感觉因为人民意识觉醒嘛，会当安尼讲嘛，对古迹诶保存嘛较用心嘛，所以有足济所在拢会甲古迹也是历史结合。我感觉拢是足值得，咱会当去熟悉诶。对啊，这是一个足好诶开始。对啊，咱顶个月拄含几个朋友来食饭，就有一个朋友进前又搬转去台湾，伊本来是要规个就是搬转去台湾住，毋过伊几个月了就挡袂牢，佮搬转来。伊当阵是讲，我是听伊讲，因为伊讲找无囡仔，找无朋友，连去因囡仔诶同学拢足歹约诶。毋过我感觉讲，其实我转去台湾啊，我拢是主动约啊，家己主动去创造迄个连结。对啊，我嘛是。对啊，对讲到这啊，我其实足催促大家若有带囡仔转去台湾度假，会当去找恁去大诶城市诶即个母语公共学团。对。我家己是伫高雄参加，因拢足友善诶。有一个阿母啊，我参加过伊诶活动2-3届，伊就会记我诶。顶届伫伊活动内底，我无去，是阮小妹去，伊佫认会出来。我感觉讲，真正有一个社群诶迄个感觉诶。对啊，就是即个学母语交朋友1.25，无两人行生裤。我讲话啥啦？学母语交朋友1.25，无人减生裤。因为我感觉会去参加迄共学团的，伊个价值观其实就差不多。价值观差不多的话，其实我感觉做好交朋友诶。对啊，对。而且
有人愿意来参加来做伙用台语交朋友，因拢会足欢迎诶，所以拢会足互相照顾。对，对啊。啊，有人就定讲，即个海外台湾人拢会去骗台湾人，啊是无就讲台湾人轻啊足乱诶。啊有嘛有诶人为海外转去台湾讲，转去到原地即个生活轻啊，感觉讲足困扰袂习惯。啊毋过伊会感觉讲，比如讲足介问人诶即个私底下诶代志啊，三句就是你结婚未啊？你迄个趁偌济钱，啥物货？啊毋过我家己是无即个困扰，我感觉第一是我足够设定即个界线，嘿。啊，第二是我对即个奇怪诶即个吞忍诶程度足悬诶，因为我算是带一款即颠调诶即个天调诶即个心态伫外口社交，所以我对迄种奇奇怪怪迄款 social manner， 我拢感觉足好耍诶，对，所以我其实有小可介意有着一寡怪人。对啊，对啊。啊，第三是我感觉我已经会晓袂甲所有代志拢当作是理所当然。我感觉这足重要。对，就是你，我袂若准讲我袂理所当然的信任外国的青份人，我就袂理所当然的信任台湾的青份人。对。啊，我感觉讲有即个，感觉海外台湾人就应该帮助台湾人即个心态，应该要尽量避免，因为无啥物人应该理所当然爱甲啥物人斗相共。对。我感觉即点我想法会甲伊共款，因为其实逐个国家拢会有，嘛袂当讲会害家己人诶。因为逐个国家一定拢有好诶人甲歹诶人啊，所以你若去外口无拄好撞着甲你无对半诶台湾人，你嘛莫感觉安那。我感觉毋知是毋是台湾人较小情，所以撞着即款代志诶话，因就会伊诶失望就会放大。嘛有可能，对。啊嘛无需要讲，因为伫国外实在着台湾人着爱去有足深诶交流。对。就是做家己感觉轻松无压力诶代志就好啊。你若伫国外撞着互你有压力诶台湾人，安尼着真正无必要搁继续落啊，嘛无需要讲因为伊是台湾人，我着甲帮助。你若想要甲帮助，你嘛是会使啊，就是尽力就好。对啊，你要设一个界线。对。真正我有当时转去看一寡我要安讲啊，就是有的人会有着一寡慢性的怪人啊，互因骗着是安怎啊？我拢会讲，奇怪，我哪会拢无即个经验，我拢闪避过。因为迄寡人嘛有来找我，毋过我拢闪过。我想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后来转去想讲，伊来找我的时阵，我讲啥物话？我才发现讲，其实伊来找我的时候，我有设定即个界线。所以伊可能就感觉讲即个人袂偏激，因就走啊。嘛是有可能。有可能，就是你讲的，就是女性主义，真正是保生命。对。我讲有当时就是一寡理念，你若真正无合，你就无需要搁一直落。对啊。我感觉而且大家若是有时间其实会当经营无共的社群。对，毋是讲你家己去经营，去出来创一个社团，即款是讲会当去参加无共的兴趣即个即个社团啊。比如讲阮有读册会，搁有即个台湾人协会。我之前搁有拍球的朋友。若讲这内底人拢无一定是共款的。你社群的多元性若是悬，伫一团堪人无好还是讲得袂着温暖你搁有另外一团会当支持家己。我感觉这伫海外生活最重要。真对啊。真的。对啊，而且讲来进前讲，就是保持即个好奇心嘛。你好奇心就会通带你去
会学足侪物件，会当看到足侪无共的人。其实久啊，你嘛会建立家己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安尼。嘿啊，对，好，安尼对所以第八季呢，就差不多是咧讲安尼款的故事拄好对只是第9季呢，咱可能会较转来讲较侪英国的代志对，我感觉英国最近足叮当，对哇，就真开始讲，个开始头壳摸咧烧，对，毋过因为即摆大家足侪人开始拄仔来英国嘛，咱来介绍一寡英国本土的一寡问题，对，嘿啦，期待即个，对，嘿，好对，最后呢，就是鼓励大家建立社群保持好奇心来做伙来学族语。对，搁加看册。对。有一个朋友讲，伊下暗拢困袂去，定定拢爱11点倒落2-3点才困去。我讲你为我遮的册拣一本转去看，3秒钟内底你会困去。毋过我讲另外一个嘛好笑，之前敢若有参加咱的读册会，毋过伊讲10分钟伊就开始要困啊。对，所以讲伊就困啊，季节你有来。对，伊这是就真正是要读册，要困之前就看10分钟，伊会感觉至少一冬会甲一本册看了。对啊，其实我感觉真正有差诶。我因为即个，我进前一冬毋知有读偌济册，过我今年差不多读要30本啊。哇！对啊，就是因为即个方式。过至少有看册就是有差，因为我我昨昨日听迄个台湾通勤，第一品牌伊就讲着迄个例子，伊叫什么名例子一个饶舌歌手，伊就讲伊早听无台湾通勤，因到底是咧讨论啥货，因感觉是咧笑啥货，伊会感觉因讲到底是有啥物好笑诶。到尾伊是开始有读寡册了后，佮去听，伊会感觉因竟然听有台湾通勤，因到底咧讲啥货？伊会感觉因为有读册嘛，所以伊诶知识，伊诶个啥物伊诶量有变悬。就是变济，所以表示讲伊诶，应该是讲知识有拍开嘛。当你诶知识有拍开诶时阵，你会当接受更较大诶世界安尼。对呢，对啊。你若读册读袂落，就来听咱诶 podcast。对，对。其实呢，我因为最近咱有着一寡代志是较就是去有人伫红伫后壁讲闲话，有无共诶对象，我诶心内咧想讲，你若是真正对人遐怨妒，我是可劝你去看一本册，甲册摕起来看，久你就开始关注即个册内底诶世界，看未知诶世界，安尼你就袂记只讲，迄个人是安怎伫 Facebook 面顶po即个物件，是安怎你就袂记只去看别人咧创啥，因为即个世界实在是伤大，毋免去甲遮济注意力放伫一个甲你无啥相关诶人。真诶，因为一本册就是一个世界。对，你得当2-3个月换一个世界，安尼嘛是真好。对啊，另外一个是足需要朋友诶爱诶。我就感觉讲，你其实呢嘛是去读册，因为册会当任何时间拢会当陪伫你诶身躯边，只要你诶身躯边有一本册，还是一个平板，你随时拢会当看册，伊随时会当提供无限无尽诶爱。真诶，毋免去对朋友伫遐迄落叫啥张，对朋友伫遐张还是册佫袂离开你，因为伊无卡。对。对啊，而且你诶册嘛袂紧看，要挖对一遍，
因为伊就是伫你的身躯边，对，真诶，永远啥物病要活，册敢若有讲伊要写坏还是写直的，安尼好对，重新修买，所以继续呢推荐大家就是来做伙来读册，我感觉是一个足好的即个活动啦，对，尤其伫海外即个冬天一直外口落雨，一本册摕起来就会当消磨几粒点钟的时间。对啊，人家会感觉你做有知识。对，嘿，好，安尼就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国泰民安，再会。游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人来对落水溪，参农民行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游啊清芳过